户外施工成冷高金。继续来看，台湾传统的百家酱结合着多元创新的元素，将会蹦出什么款的花青呢？2020年的年底，豪益文化传承舞团甲中国科技大学跨领域来合作，引进上新的4D 摄影屏、容机影像拍摄的技术，搁来结合着街舞，创造出全台湾第一支4D 百家酱的街舞。震撼的场面，让人赞叹。原来百家酱嘛会当真拍真心拍。这项技术到最近这几年来，才大范围运用伫好莱坞的形象制造。未来透过创新的科技，台湾有更较多宝贵的文化资产甲在地文化，嘛将会有更加多彩多姿的呈现。我觉得文化一定是活的，只要我们大家一直去做，它就一直活起来。韩国有 K-pop， 日本有 J-pop， 台湾有 T-pop。时行前卫的特效轻快节奏，你唔通当作讲这只是一般的街舞。百家酱结合街舞表演，配上充满科技感的特效，这个全台湾首创的4D 百家酱的街舞影片，除了中央的舞者是真人，其他拢是虚幻的人物。幕后的拍片的准备加科技创新，可比好莱坞的电影。两个一对，那他们是扇子拿在外手，扇子拿在外手，那他们起步是丁字步，丁字步就是一定要这样子走。这样讲一定是要这样子走，就是他的步伐一定要经过你的脚跟。对来采访的阮示范百家酱出阵的脚步，伊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教授陈立娥。这些应该要。为细汉开始学舞蹈，更加专门研究台湾的风俗文化。伫个眼中，百家酱正是立意美的表现。那如果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就要跑跳步，跑跳步就是要跳起来，这种步伐，然后。下来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动作点扇，点扇之后呢，我点扇，同时还要怎么样？还要亮相。只是这款的舞蹈对着一般人来讲，依然有距离，所以讲一阵热学界奋斗的教授想出不如运用科技影像的技术来抓百家酱的精华。红外线的打到这个光点，它会把往让摄影机把它拍下来。好，那理论上只要有2台摄影机能够捕捉到一个光点的位置。他就可以知道他在。请跟我对一下哈，来，左手在他的空间的位置啊，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演员身上装置了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称为叫 optical， 就是光学的标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每个点的位置，再用它去推算出这个骨架的运动。规身躯的光点大片会使有平来被动光学式的摄影机精准掌握演员的动作，强大的内建计算系统会使处理大量的影像分析，应用无同款的情景。在这个荧幕当中呈现的是我们动作捕捉系统所看到的。我们在动作捕捉系统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身上的这些光点的位置，然后再计算到它的骨架。那接下来我们再送到下一套软体，这套软体叫 Motion Builder。我们通过这套软体把它的骨架去retarget 就是属于转移到各种不同的身形比例。我们采用光学式动态摄影技术，更加加入全世界敢若6座、亚洲第2座的4D 风实物的摄影屏设备，四面拢是青布的摄影环境，搭配32支摄影机，同时360度记录舞者的动作，跨界合作出动30外的工作人员，制作前后有3分外整的影片。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把所谓的光学式的动作捕捉跟容积捕捉结合的团队啊。那因为这2套技术，所谓的容积捕捉跟动作捕捉，它其实刚好相反。啊，动作捕捉是我可以捕捉非常精确的动作，而且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是我的造型的这部分，我还要再花时间去做建模，我还要去做脸部表情，做很多，这个后面是很繁琐。而容积捕捉是完全相反，就是我身上穿了什么东西，马上我今天就可以捕捉下来。
两套完全无同款的影像技术相辅相成，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其中4D 用这影像的拍片技术，最近几年来才被好莱坞运用，是一项新的科技。台湾是在2019年由文化部开3000万的新台票，为法国引进4D 仿真的摄影屏系统。最大作用就是会使简化所有内容删节过程，翕一秒360度拢翕会到。制作效率比一般传统动画紧差不多5倍到10倍，是说来这一项领域的新趋势。根据美国商业资讯的最新统计，容积影像市场将从2020年的14亿美元一路增长到2025年的58亿美元，其中又以运用在教育、医疗以及娱乐产业上最为广泛。动态影像建立后，就会使运用在扩增加仿真的实景上。目前全世界敢若法国、日本、美国、台湾有4D 仿真的摄影屏系统，嘛是头一摆运用在文化资产的保存。像他们在做喊班的这个仪式的时候，他可能就有很多的走位啊，很多的步伐，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很繁复的这种走位。那像这个就是，我今天传统去拍摄不容易可以全方位去看到，他们在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走。翕一秒无形随建立，替台湾传统的风土人情，增添甲因过无同款的记录形成。保存传统像八家将啊、官将手跟宋江阵的动作，我们之前已经做了3年。好，那我们保存了这些动作，就会想到，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让它再做一些其他的用途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并不是留下来就好了，而是本来阵头这东西就是它是活的东西，其实一代一代它都会有不同的演绎，赋予它不同的意义跟造型，包括像我们这一次去结合街舞。这是因为每一个世代对传统有无同款的定义，要怎创新因受到都要有少年元素。所以讲，找台湾街舞界有名的阿钦。好，敬拜。好，再一次哦。阿钦是这摆影片中唯一的真人舞者，一个跳舞动感十足。来学舞的学生，就算已经上几天的课，只能利用暗时练舞。不过只要看到阿钦老师，学生的目睭拢金起来。哎，可以哦。另外，具体精神的律动，全部来自于20几年来街舞的基础。2年前，阿钦决定放下台湾的一切，去美国进修。这撮会亲眼看到当地舞者将赞美上帝公派舞结合流行元素，带予伊人生无同款的眼界甲震撼。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做改编，对，那也将它加入这流行街舞的舞蹈文化舞蹈里面啊，去做新的编排，让外国人看到，就是台湾的舞步跟大家不一样。经过思考了后，阿钦甲几位街舞老师决定行出一条有够大的街舞文化，以把甲将观众秀顶在地文化结合街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虽然走在一个草创的阶段，对，但也会因为这样子去影响到台湾更多的朋友，对。然后除了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之外，也相对会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理念而相对的，他们也会觉得。他们也会愿意去尝试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T-pop？为了传承甲创新，3年前，伊亲身去云林北港进行动，食菜、修改、深入观察，学习北家将的文化。我表演艺术的东西做这20年来啊，没有比家将在跳家将的时候来的辛苦。前一天晚上就到庙里报到，然后开始画脸，对，然后开始准备，所以等于说一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时间休息。阿钦唔但下乡拍片学，嘛找了导演借住拍家长街舞、加观众街舞的影片，和舞团慢慢累积人气。比较新潮的部分可能是视觉特效吧，因为在视觉特效，我们在现在后期制作有很多很炫的效果，那是年轻人看了会喜欢的。那适时的加进去，就会让传统文化的展现跟创新的这些元素完美的结合。
特殊的编舞风格带动台湾传统文化潮流，是行前卫影片中更加深重，坚持追求完美的精神。这摆跨领域邀请专业面谱画师林志贤做顾问，替北家将开面。更后前以一笔一画重现影片中的家长面谱，深厚的功力令人赞叹。这个角色叫干将军，代表着巡查阴阳，所以说他的脸上会分成两个颜色。透过创新科技、传统文化甲技艺，拢会使得到保存，展现新的面貌。而无形文化资产更加对时代的进步，在无同款的时代有无同款的表现。透过这个方式啊，创造出属于台湾全新的舞步。科技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来，那我们知道说传统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做怎么样的应用。好，这个等于是一个新的契机。随着时代变迁，真侪无形的文化资产当面临着消失的危机。阿所为科技的创新，为文化保存带来着转机，嘛互世界看见台湾。下一段节目同款是传统甲现代的冲击，台湾族的乳头目廖丽华内心的天人交战。